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3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日暗一个对马来西亚来台南读册的查某学生，被歹徒用锁啊吹死，警方已经抓到凶犯，正咧查明详细。由基督教国教派推动的国家祈祷早餐会停办，原因就是有的周边的人士反对蔡英文总统支持同志运动。昨晚空军一只 F-51战斗机失事，早起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也去到不幸牺牲这个飞行官的宁静念香。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如果新增加一个按菲律宾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30多岁的男性，10月15来到台湾，隔开14天期间后，煞来验出新带病毒。目前国内拢总是554宗病例，咱就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有新增了1例的境外一路的武汉肺炎的病例，检疫期满前采检确诊哦。那主要这个个案是菲律宾籍30多岁的男性，这位个案他长期在台湾工作，那今年9月10号，独自返回这个菲律宾，那13号。在当地参加一名确诊个案的丧礼，那20号因为症状出现，所以收治住院哦。他10月3号出院，那另外9号采检的检验结果也是阴性哦，所以他在15号自菲律宾搭机来台，那入境其实都没有症状，检疫期满前做采检哦，那因为检出阳性，在今天确诊，那目前住院隔离中。那另外。有关流感疫苗接种增加了3件是这个因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初步就是研判这个跟疫苗是无关了。今仔日的大代志，先来关心昨日暗一个对马来西亚来台南中英大学读册姓张的查某学生，伫咧学校边铁基路的高架桥下失踪。昨警方侦破这条案，原来歹徒就是用锁啊，甲受害者吹死，再搁甲身尸载去高雄市阿莲的山内顶头角，甚至顶月日后，别个查某学生险险都互歹徒掠过手。有手要杀他，有手要杀他。姓杨的嫌犯由警方带入去分局内底，伊涉嫌伫2八随机掠人，甲中央大学一个马来西亚籍姓张的女学生用锁甲吹死了后，甲伊的身尸载去高雄等戏杀。2八暗时，女学生的同学上网去斗找人，讲这个姓张的女学生8点45甲伊通电话了后就失踪，嘛已经报警察，希望大家斗提供相关的线索。也若归人分局接到通报了后，就随展开调查，为车牌辨识系统甲相关的证据，发现这个姓杨的男性行踪是真可疑，所以去高雄阿莲掠人。经过警方的调查，这个姓杨的嫌犯顶个月嘛想要掠另外一个女学生，不过并无成功。9月30号那个女学生昨天晚上啊，她有正式来派出所报案。那经过我们跟嫌犯的这个讯问啊，那个嫌犯初步也承认，那看起来这个嫌犯他是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2次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命案发生了后，真侪学生是感觉真生气，因为讲桥卡变若到暗时啊，就会暗疏疏，电话条啊嘛清载无开，甲学校反应嘛无改善。就还是要加强巡逻啊，然后那个路灯真的要开，不要说为了要省电就不开。因为那里平常很暗，然后没有灯，然后出事了就开灯，虽然本来就该开灯，可是就开了这个灯就感觉很讽刺。这是我们最不乐见，我们也通知了学生的家长，那家属也是悲痛万分。那我们也会再跟我们社区进行一个社区的联访，未来我们也会定期举行相关的安全演练。学校表示，昨规天拢甲警方保持联络，一直到暗时9点外，发现女学生的遗体。学校的管理高层就随登去学校开会，而且通知女学生的家长，嘛协助因订机票、甲防疫相关的安排等等。因若台湾当地防疫期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会当采取类外交气泡的模式。互因用免除居家检疫14天的规定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透早空军第7联队一只 F-51这型的战斗机失事，昨夜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也去到不幸牺牲这个飞行官朱冠明上尉宁静念香。佮说明讲 F-51战斗机实在拢有经过美国原厂保养佮加强，还佮伫咧使用的期间内，不过也会大声对第7联队这边的飞行机先替换去。
国防部长严德发表情是真沉重，去甲空军台东第7联队孙指挥官主管望念香，而且慰问家属，甲转达蔡英文总统的指示，会尽量优惠抚恤。总统非常的关心家属后续的安抚跟照顾，还有治伤的事宜跟从优的抚恤。严德发表示，目前空军已经组专案小组调查失事的原因，也让外界质疑讲是国军伤慢汰换旧的 F-51战机，才会造成这个事故。严德发强调讲 ，F-51已经由美国原厂强化结构，目前拢还伫延长使用的范围内。不过规划为110年开始，换做各组新型高级教练机的时程，即马决定会伫3年内优先汰换第7联队的战机。那么单座机的受限，它是到14779个小时。那7联队现在目前的单座机，我们了解平均的时速，它是7825个小时。那我们优先要换台东联队33架的教练机，从明年开始启动。29 F-51战机失事的海域，目前因为东北季风真透，风影真大，可能会影响到超找战机的残骸。不过严德发强调讲，已经指示海军派6类舰去协助，希望会当量早调查出失事的真相。也若 F-51战机目前暂时停飞，接受天安特检。严德发强调讲，这个事故袂影响到空军执行驱离干扰台湾领空的中国军机的战备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一年一摆由济基督教的教派做伙推动的国家祈祷早餐会，本地是早起要举办，结果却临时冻点。原因就是筹备的是有的教会讲，蔡英文总统鼓励民众做伙去参加冬至运动的游行，是毋是这回请伊都唔通来？这也引起参加筹备的长老教会不满，昨就先宣布要退出了。危机就是转机，现在这是台湾观光旅游产业提升的契机。总统蔡英文30早起出席台北国际旅展开幕，强调疫情了后要打拼，互台湾的旅游服务内容提升。不过其实今仔日蔡总统也有一个原本的行程，要出席第20届国家祈祷早灯会。不过因为蔡总统顶日伫面册公开号召民众31做伙参加冬至游行，添冬节立场和早灯会筹备会内部意见无同，部分人士建议讲卖邀请总统出席。较外民进党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因为安尼不满，宣布退出早灯会的筹备会。通过这个同性的婚姻法，我知政府嘛真要来维持这个平衡。基督教长老教会发声明指出，蔡总统最近以来表现应该予以肯定。早灯会因为单一议题立场差异，造成总统今时要来现场的疑虑，要安怎见证伫咧基督内底爱无国界真理？筹备会面对分裂，嘛发出声明决定讲，避免造成误会。基督早灯会20年以来是头一届停办。宗教自由的民主生活，就是台湾能够带给世界最关键的影响力。总统府是回应讲，无希望看到筹办团体因为安尼意见袂合，蔡总统袂出席，嘛袂另外派代表来参加。国家祈祷早灯会其实是对美国总统祈祷早灯会所发起的，是基督教的大代志，国家领导人嘛拢会出席。每一届各宗派代表甲领袖拢会来共同替国家未来来祈祷，象征基督的爱甲和平。伫咧台湾的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去到立法院要报告施政。国民党立委也连续第5摆占发言台，要求伊就要先会室内开会，共款无进展。当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风波，也引起有的地方甲中央咧对定。农委会陈吉中注意听到台北市郭文特市长对伊的批评，也有应声讲家己确实是捌农业。苏贞昌道歉。立法院议场正中，抗蔡英文、陈吉仲、苏贞昌等4个人大大进行看板，批评陈市长误想苏贞昌骗神，为反对放宽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国民党立委第5摆占领质询台。反弹，行政长苏贞昌上台报告，要求苏贞昌先会室内，再过上台。现在突然这样闹，觉得很无厘头，而且国民党的立委令人民高兴。却不做事，只会霸占主席台，而且也妨害了其他党的立委行使职权，又妨害了人民知的权利。我们要求行政院要召开实案汇报，另外我们也要具体要求开放之前一定要这个也是依法要做，到美国查查。国民党团继续反对，强调是为了党美猪，不是党苏贞昌。
也批评卫福部应该对地方批卡维修，部分地方管区反美低，主张零检出现地方中央互呛。台北市长郭台也阁批评陈吉仲只知影政治。我懂我的农业专业，实际上会进来的有莱克多巴胺猪肉的国家只有美国。那5度的杯葛不让这个苏贞昌院长上台报告，已经到了一个无可理喻的程度。那这样子的一个为反对而反对的做法，然后让所有的我们的法案预算没有办法如期的进行。民进党是反对党批评国民党5摆反对。福技术拢无法度进行，无法度如期审核明年度的总预算，是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6月底，内政部全国户政的电脑系统换新，结果运转起来大规模的故障停档，到当时已经发生5摆，甚至平常时咧操作也无介稳定。昨个立法委员表讲，软体设计师是中国上海遐的人，这敢无资讯安全方面的挂虑？早起，市国用部长是强调讲，若这站决定是无赢。初步查证是没有，不过我们必须要更加的确定哦，因为这事关国安，所以我们昨天在下午就立即把相关的资料送给相关的单位做相关的查证，好，所以我们会很谨慎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市国用部长接受访问的时表明讲，经过查证，电脑软体设计师是中国上海人，这款讲法确实无影。当时含厂商的契约也有明确规定，袂当有中国迄方面的人士参加在内。冒着户政系统这批势头的公司发表声明，讲绝对无去危害着资讯安全，一切原受调查。再来讲，这站对中国国的头条海沙的抽沙船一直挖进马祖的海面，经过海巡署出动一日赶离开，目前暂时是无船搁驶超过界。不过早起也有马祖的同乡公布对飞行机顶翕到的相片，原来遐个抽沙船也无驶远，搁共款发出噪音，拍出电光，共款对马祖人的生活犹原真缭乱。海巡队船艇自到伫马祖海峡来回巡逻，世界看无到其他船只。进前真侪中国抽运沙船侵入马祖海峡，引起关心。海巡署表示，经过几啊天的强烈驱离，已经无中国籍船只越界，没有任何的越界的抽运沙船及越界的渔船。不过马祖乡亲30日立委的陪伴之下开记者会，提供这2天为飞行机顶悬所翕的相片，显示抽运沙船只是刷到南竿、丁山的附近海峡，真大噪音甲公害犹原影响马祖民众生活。欲请行政院海洋委员会去了解滨江海域是不是有被中国大陆划为可以开采海沙的一个区域，在马祖。这么一大片海江中，只有区80多人的编制，不到10艘船，要分3个驻地。这一次也能让政府重视这个情况，能够重新划定我们这边马祖海域的禁限制水域。行政议会自告通过修法草案，违法越界抽沙，加重刑度到上悬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8000万以下罚金。不过，立委认为根本问题是台湾海峡管理规范各部会拢有咧管，呼吁海委会应该建立完整的配套海峡管理法。我们会做人力的这个部署跟调派，两岸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未来怎么法制啊？海巡署表示，为打击不法盗采海沙船只，继续甲中国相关的单位参详共同执法方式甲内容，另外禁限制水域重新规划问题，也已经在研究规划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法国南部的大城市内底，一间天主教的圣母大教堂发生有人压倒行凶，杀死3个人的案件，凶犯和警方对峙，吊枪受伤。临落网进前，甚至也大声喊出"真主至大"这句话。无好又阁是伊斯兰教极端派的人士犯案。法国的总理党已经宣布，国土范围内底安全性拢总提悬到紧急攻击这坎了。威尼斯市圣母大教堂外口，听到几啊声庆声，用手为提刀冲入教堂，到被警方制服10几分钟。官方证实有3人死伫这场攻击，其中1名60岁妇女被斩首。Il ressort des témoignages des primo-intervenants que cet homme s'était avancé vers eux de manière menaçante en criant Allahu Akbar, en les contraignant alors
à faire usage d'abord d'un pistolet à impulsion électrique, puis en faisant feu à plusieurs reprises avec leur arme de service. Il a été transporté en urgence à l'hôpital afin d'être opéré. Il est très sérieusement blessé. Son pronostic vital reste actuellement engagé. Il était porteur au moment de son interpellation d'un document sous forme d'un papier de la Croix-Rouge italienne au nom d'un ressortissant tunisien né en 1999. Il ressort des premières investigations que cette identité est bien celle de l'auteur. 这教堂店因此是主要国务大家上麦德新大道按好了后，警方伫教堂周围有封锁线，市长讲这是一个恐怖攻击。警方咧调查凶器的犯案动机。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宣布将规个国家领土的安全等级提升到紧急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是尼斯第3摆受到恐怖攻击，宣布将派军力到7000人维安。当日驻沙烏地阿拉伯领事馆也发生攻击事件。Et très clairement, c'est la France qui est attaquée. Au même moment, nous avions un site consulaire français qui était attaqué en Arabie Saoudite, à Jeddah. Au même moment, des interpellations sur notre territoire se faisaient. Je veux ici dire, d'abord et avant tout, le soutien de la nation tout entière aux catholiques de France et d'ailleurs. 欧盟真济国家谴责凶手，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推文表示，穆斯林有权杀害数百万法国人民，引起众怒。推特已经将伊的文章给删掉。法国进前才发生历史老师被极端伊斯兰分子斩首，政府想要赶走境内200多名外交宗教极端分子，引起土法之间的外交纷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外国武汉肺炎在传，犹原真严重。昨美国增加83000几个染病患者，是有史以来上介济一日。西班牙的国会也打通过国内紧急的状态，搁加延半年。搁有法国开始全国封城1月日。印度这边病例也超过800万人，尤其这的民众抵挡传染症的工课，搁也无啥照起工。在咧巴黎，有几啊百名民众行上街路抗议，表达对政府第2摆进行全国封锁非常不满。这内底的人大部分拢是少年仔，有的是穿黄甲的成员，看到有车或者是用路人经过，因就邀请因做伙抗议。另外有不少民众是赶在咧封锁令生效之前出来啉2杯啊。Moi, je suis prête à me descendre dans la rue pour notre liberté d'expression. 美国在咧10月29号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确诊个案超过83000例，创下疫情爆发到大上悬的纪录。有41个州在咧这礼拜新增加的病例数比顶礼拜加10%。Well, things are very, very bad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of course, we're going into the fall and winter, which will, of course, make things very, very difficult. Our big issue is the humans, the people you need. It's not about hospital beds. It's about trained, specialized providers to take care of those patients. 西班牙国会是伫咧10月29号通过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在咧这一天，西班牙过一日新增加确诊个案超过23000例。Los datos en España, como estaba diciendo, aunque van ralentizándose un poquito, siguen siendo datos malos. Tenemos que reconocerlos. Tenemos una incidencia acumulada en 14 días. Si esas medidas se han descartado o no. No se ha descartado en ninguna medida, en ningún momento. 英国现初时因为去为着 COVID-19 全过身的人超过45000个，也是全欧洲上多。专家就分析，每9天就确诊病例数加倍增加的状况，安尼结果是互人真艰苦。另外也发现55岁到64岁去为着肺炎的人大大增加，必须爱谨慎看待。啊，那伫印度确诊的个案就超过800万例，是全世界第2多，只排美国后壁。印度前一阵仔是重新开放给民众去 shopping、贸易、坐交通运输工具，也有电影院。不过专家就警告，百姓对挂嘴暗也有保持社交距离，那亲像是放下戒心，恐惊未来还会出现更较多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的总统大选已经时到一到，虽然目前多数的民意调查拢表现出民主党提名的Joe Biden普遍领先现任的川普总统有10%左右。不过4当前川普的民调嘛是拢输对手，票开出来煞颠倒变。到底今年民调敢有准？专家是一人一说，照看就要等待开票，最后才会知输赢。
美国大选倒达时间，真侪经主流民调上新的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支持度稳定领先共和党现任总统川普，差距拢伫咧10个百分点左右。这款的状况哪像捌看过？毋过2016年，川普就捌拍破专家的看法，伫咧国民调拢对伊不利的状况之下，也是顺利摕到较侪选举人票来当选。这届同款的状况，敢是会搁一届来发生？各界嘛拢等咧看。Women, especially white women with a college degree, are increasingly supportive of Democrats and Joe Biden now than they were in 2016. White men and white men with a college degree are still supportive of Donald Trump. 克里斯指出，2016年大选的时阵，有真侪还未做决定的选民，伫咧选举的最后阶段，才选择讲要投给川普，才会指数民调无准。毋过今年的状况无同，还未决定的选民数量是减真侪，大部分的选民早就已经心头定，想要投给心目中的候选人，所以判断川普即届要并撇来的几率是无大。而且伫这时阵，美国各州提早投票甲寄投票批的业务嘛正在进行当中，全美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万的选民提早投票。威斯康星州出现选务人员无到200个的状况，政府会伫咧选举日当天调派超过400个国民兵去投票所来支援。加州州长纽森是伫29前往首府沙加缅度完成提早投票。Making sure people are safe, making sure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voting is a safe and healthy one, but keeping people safe after the election for whatever may occur. 伫洛杉矶郡的点票中心嘛，头一届公开，选务人员伫10月初5开始，就开始24小时伫处理寄来投票批的业务，确保选票有正确送到位，是有效票，而且有完整封起来，通好伫咧11月初3暗时正式计票。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中央气象局表示，下晡开始气温会变，沿岸透暝到明仔载啊中间。北部、东北部较空旷的地头，可能会加到17度才冷。啊，还有今年度第19号的风台离台湾是真远，影响拍算较有限。啊，那20号的风台，因为卡路变化也歹按算，就搁继续观察3天才通断定。不少民众趁秋晴好天的时阵去公园散步，活动一下筋骨。不过拜五下晡开始，温度就要开始下降，因为东北季风变强，打的冷空气落南，全台湾的气温愈暗是愈冷。尤其是拜五半暝到拜六的透早，北部甲东北部较空旷的地区，有机会出现17至18度的低温。台北都会地区，敢若差不多有20度至21度。在凉空气以及辐射冷却效应双重影响的情况之下，空旷地区呢有机会出现17度到18度左右的最低温度。气象局表示，拜六日是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会大大回升。特别注意的是，今年第19号的风台天鹅，目前伫台湾东南东方15公里的海面，持续向西面咧行驶，对台湾的影响并无大。不过，接伫后壁的第20号风台闪电，虽然离台湾较远，差不多是3000公里，当天鹅风台进入南海了后，闪电风台的动力环境条件变好，美国的模型甚至预测，闪电风台有机会发展做更大更强的风台。美国的预测是显示它会变得比较强大，但是欧洲的模式预测显示大概2-3天之后，它可能会先减弱，然后慢慢才又再增强为台风。气象专家表示，闪电风台预测的变数真大，至少3天了后，才会当预测未来的路线，也有结构的变化，甲对台湾影响。若这个闪电风台是原本2009年莫拉克风台去用除名了后产生的名，嘛是10月份形成的第7个风台，而且嘛创下1984年以来10月份形成风台上侪纪录。记者综合报道。讲来讲7、8月啊，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抽查南北二路190间超市、大卖场甲便利商店内底小卖冷冻甲着爱冰的调理食品，昨宣布其中查出12项违规，包含统一订号专列拢有在内。卫生标准的部分哈，因为我们会做另外一次复抽来确认它产品的确是在内容已经遭到污染。好，所以这个会有复抽的情况。那至于那个营养标示的部分呢，因为它是明确标示在这个产品的外包装，那这个就没有复查的这个机会。那就是我们看到，那经过我们实验室的化验，跟这个标示不完整不符合，所以我们就又依照这样子来做开罚。食品药物管理署抽验290件冷冻冷藏的调理食品，其中有12件无合格，原因多数是大肠管菌超过标准。这内底阁有3项要求限期改善，复查共款无通过。
这当阵食品药物管理署针对这违规的产品，拢总依法罚金16万。再来讲，目前市面的店头若散卖糖仔，拢会菜牌仔伫架仔边，说明牌子甲成分。不过食品药物管理署已经要求讲，每一粒糖仔的包装录啊，过来成分拢都要印好条。真侪店头煞咧反映，安尼是颠倒困扰。字写详细，人客嘛无影看会真。但食品药物管理署也讲，会搁再调整甲检讨。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拢会买糖仔，不过糖仔包装顶悬标示是目睭睭的资讯，有的糖仔包装伤过细，恐惊印袂起哩。食药署依照食安法第22条规定，要求店家免用立牌方式来标示一粒一粒包装的散装的糖仔资讯。那安尼传统散装糖仔店恐惊都无糖仔通卖咯。我们曾经也向国外说，反正你就给它印上去就好了，看不到没关系。你就印上去，国外说，日本公司说，你这个印下去，又没有人看得到，你要怎么去印？我说你印下去，好，交差就好了。要强制所有资讯拢用真细字体印起包装，不如考虑结合 QR code， 大家拢会知影商品的资讯。另外有业者表示，食安法第23条规定，确实因为特殊因素，有标示困难者主管机关爱公告免除部分标示，或者是以其他方式，不过却无采取这个较春秋的做法，让地方的这些稽核人员得以用那个22条来开罚。而且开罚的对象都是小摊商，然后造成他们的生计困难，而且他们恐慌。那法规的程序修改我们会来进行，那也会倾听业者的声音。那还是要回到我刚一开始报告的，消费者的权益、业者的权益，我们会尽量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让这个法规去做适度的调整。食药署强调，这个月7月有开业者甲消费者座谈会，会为两边的意见去评估考虑。这段期间会积极辅导，让业者遵守法规，严继续做生意。记者综合报道。食食的安全真要紧，若袂当食，咱就唔通食到腹肚底。本地笑气就是学名叫做一氧化锂氮这款空气，是餐饮、医疗甲电子产业咧运用。不过，煞有愈来愈侪少年家寒笑气来耍佚佗、开 party 当作兴奋剂。但环保署也已经公告，出去无论制造、进口还是贩卖笑气，拢都要达成申请许可啦。少年人伫汽车旅馆开笑气的 party， 这种消息现在出现伫新闻内。环保署正式公告，为即马开始，工业用笑气、一氧化二氮正式加做第一个列管的关注化学物质。逐日逐笔上网去登录这个记录，这个是立即生效的部分。那我们早在10天前就已经开放这个系统了，让业者来试填，或者是来做一些记录哈。那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有150几家，它同时具有比如说有食品添加物的，或者是医疗用的笑气呢，也都要同时登录上来。目前笑气主要分做食品、医疗甲工业3大用途，受到食安相关的法规、药事法，也有毒管法等等的范围管制。环保署即届主要针对工业用的笑气，若是伫咧公告进前，业者已经咧运作，安尼即时开始，都要逐工逐笔来做记录，而且每个月拢要申报。若是伫咧公告进前还未运作，未来就要摕到许可的文件，而且按规定来进行。到明年5月份进前，除了要摕到许可的文件，还要完成标示的表，而且按规定加入二氧化硫。电子类的这些行业分类，就要经过我们环保署会同相关单位的一个核可。除了这2个条件以外的一个运作人要使用的话，都要使用添加二氧化硫的一个笑气。如果查气到有这种无照来制造的话，都会用这个毒管法这边来做处罚。环保署嘛表示，若是违法致使人死亡或者是重伤，危害到健康，相当会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罚金上悬1000万。若是无牌照来营运，伫咧网络顶透过无共款的方式甲管道来卖，或者是无定期记录甲申报，相当会当罚30万。后手会辅导业者来申请，嘛进行联合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食食讲完，咱来讲大。台北市大安区嘉兴街车过去就要办理都市更新，不过产权实在复杂，
到甲国家自导中心接手，才甲私人的地主证人的意向整合，甲98%拢总赞成支持，再去举办公办都市更新契约的典礼，竟借后年开工改建。即大家的住户，大家嘛拢讲真欢喜，期待要住新厝，过新生活。会使讲是最近这几年产权上复杂的台北大安区嘉兴街都更案，因为私地主要到67个人登记无共识，所以无法度推动都更。国家自导中心接手了后，用1年多的时间，成功说服98%的私地主，经过公告招商，选出上优秀的申请人，31天举办签约仪式，嘛将当作是公办都更的新目标。我们一定是站在对地主最有利的前提之下来设定要给地主的条件，而且我们只有一本账，一切公开透明。嘉兴街都更案伫咧嘉兴街甲鹿角街交叉路口，基地面积超1548.8平，佮加上交通甲生活机能真利便，加做真受欢迎的大商混合区。私地主高德义表示讲，伫咧嘉兴街的主体厝龄超过50外档，家己已经住30档，毋过大概拄到地档，壁比起已经是真事上的代志，互人是心惊胆吓，所以针对政府要推动都更，伊是绝对支持的。地震的时候，它都有树楼下了，墙壁都有裂开了啦，都裂开了。然后我说，尽量假如有5、6级的地震啊，那就没办法了。去的时候没有办法结合起来，他们结合起来很厉害。嘉兴街都更案投资总价31亿左右，预计会当创造93亿的产值。都更案主要扫智慧节能列街区，上紧民国111年开工，113年底真正会当完工。毋过建案动工的期间，当地住户的安置问题也无配套措施，地主表示，也搁爱甲国家自导中心和业者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3当前教英语的威尼斯美语，阁有兼手下2间同款连锁在内的补习班临时倒店，负责人甲学生所纳的学费骗走脱逃。迄当阵真侪学员拢是由补习班的人员鼓舞，甲放款的公司办分期纳学费。买手证人提出团体诉讼，其中一桩官司已经2审定案，297名学生毋免搁再纳未到期，拢总1918万这的学费的贷款。2016年，伫咧做山顶高校的迷你科技甲补习班威尔斯美语学生电脑3间补习班恶意倒店，迄当做负责人担英雄甲钱款走，正歹学员毋但无人斗3工，佮因为贷款分期纳学费，转来判120万不等的债务。后来伫咧台湾消保协会介入拍团体诉讼之下，负责迷你科技案的法官徛伫咧经济一体性的理由，判消费者2审胜诉，判断租用公司袂当搁向迷你科技案297个学员来讨无到期的1918万的学费。这件事实的部分稍微比较困难复杂一点，就是说每个消费者他怎么跟维尔科技他怎么签约，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拿的是不是很完整的契约内容啊，有的他拿的是信用卡签账单。我们在1审跟2审的时候，跟法院之间也是整理了很久。台湾消保学会表示，迄当初真侪民众伫咧补习班签约6级的时阵，并无了解所谓的分期付款，其实就是贷款。就是讲补习班业者倒店地当卖插伊，地属租用公司伫咧迷你科技倒店4年，累积高利息金了后，再搁小连续分配来讨。1807年，法院1审审判，补习班应该赔学费674万，若是租用公司嘛，袂当搁向消费者请求无到期款项，总共1860万。2审判决伫咧今年4月份出来，租用公司袂当搁对家消费者请求无到期款项66万，所以2审的判决拢胜诉。上个礼拜就有家长是没有跟到团送的来找我们，那的确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那去跟资总公司去谈和解。那他也的确谈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陈述，可以接受的一个陈述，去帮他把他女儿的剩余的债务一笔勾销。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表示讲，这个补习班倒店的事件，到2016年发生到今，也是有真侪受害者无参加到当年的团体诉讼，所以提醒受害民众，千万唔通放弃甲营租公司的协商机会，嘛唔通无顾法院寄来支付命令，若无营租公司得当向法院来强制扣薪水支付。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高雄的消息，昨透暝3点外，高雄市灵雅区新公路和自强三路的交界，发生一个民众骑奥多摆启动着当要倒弯的粪扫车，当下挽袂赴，规身人煞射对粪扫车的底盘落去。加在当事人所伫的防务是砍规粒头壳，连下海都保护会到，安全性加正有，才有通大事化小事。警方甲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就看到骑机车的人甲机车的车身做伙卡伫粪扫车底盘，无法度振动，赶紧出动破坏器材抢救。30号半暝，高雄市新公路一台机车直行的时阵，可能无注意到头前民营粪扫车当伫正弯自强三路，挡袂赴煞弄入去粪扫车底。我已经看3、4只冲过啊，我就是规个目睭面拢无电火啊，嘛无车啊，我好活咧。我好摕到机就落啊。骑士的部分因为碰撞到这个垃圾车那他有着安全帽，所以目前已经送医救治中。那双方这个没有酒测值，肇事原因在鉴定当中。骑机车人因为伫转达式安全帽，所以卡伫粪扫车底盘的时阵头无外伤，但有骹手有擦伤。不过因为高雄天气一向真热，实际看路边骑机车的人，伫转达式安全帽的人真正是少数。我是自己有买啊，只是今天刚好骑别人的车，所以带半道式。全道式比较安全。刚才骑车的时候有出车祸，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有先选全罩的安全帽，所以那时候就也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全罩式安全帽比较安全。转达式安全帽因为有面大甲下海的防护。保护力比起3/4大还是半大式的都较好。过去都有真侪人呼吁，伫转达式的较安全。不过嘛有民众认为转达式的价钱较贵，骑起来嘛较热，也是要看个人的需求，自由决定。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讲，今仔日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婚礼，同一日无同所在做伙举办。陆军这边今年有188对新人参加，其中阁有2对是同志。同性别互相意爱的对象，这也是咱国军方的联合婚礼头一摆有同性恋的爱人参加在内。放幸福的鬼啊，新人进场结婚，交换手指，大家拢充满幸福笑容。陆海空军联合婚礼30采用异地同日举行，今年陆军188队参加，有2对同婚新人。这是台湾的国军联合婚礼第一摆有同性新人参加。谢谢我的伴侣一路上就是支持我，因为从军这条路就跟同志这条路一样，都不简单。我们的爱并没有跟异性有不同的地方，对，那我们会站出来也是因为希望就是能下一届呢更多同志新人能站出来这样子。期待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同志就像异性恋一样是日常。很感动，就是终于合法，而且我们又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开心，而且也看到国军的进步。军方表示，立法院去年5月17日通过司法院设置第748号改修施行法，24开放登记同性婚姻。国军联合婚礼也依照法律规定开放同婚新人参加，表明国军立场真开明、真进步。本军自民国103年办理联合婚礼迄今，第一次有同婚的官兵报名。我们的态度都是一视同仁。给予每对的新人衷心的祝福。今年陆军司令部以爱你爱你永结同心为主题，让每一对新人诚心的祝福。甲去年同婚军人拢提出联合婚礼无同，今年同婚新人则蔡清琪参加。俄罗国军阁向前一大步，徛伫爱的面前，大家拢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仔日台北市文山区遮包含政治大学、华梵大学、世新、甲中国科技大学等等7间公私立的大专院校，宣布要组织文山联名，目的就是要结合地方的产业，发挥每一间学校的专长，互相抓长补底，尽量协助学生踮文山区，就通找到未来的出路。大学之间结并互相合作已经毋是新的代志，不过公私立合作、普通大学甲科技大学合作是真罕哩快。政大、世新、华梵、台湾戏剧学院、中国科大、景文科大、东南科大7间伫咧大文山地区的大学正式成立文山联名。头一个发祥者是政大校长郭明正。
那像地方创生，我们一定要协助地方，能够更成长，更有发展。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也要跟附近的大学一起合作。以区合作概念，打破学制来合作。联名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结合大文山的特色甲人文，协助发展出上适合的产业。所以来才会拄各校的专长来去看讲要安怎合作，找出立基点。不可能说全面性的要大幅度，那先从某一些点，甚至通识的课程能不能够分享，那么同学可不可以跨领域的修习，那到老师之间能不能交流？因为一般高校比较着重于在研究的部分，但科技会比较谈到应用，所以这个共结合的话，绝对可以1+1大于2。各有报告计，明年入学的大学新生人数会头一届无到20万人，未来10年以来学生的人数会减4成。李天任讲，少子化的冲击极严重，高教资源减少，各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必须要找出定位，找找资源。区域内底大学革命嘛是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农业，农委会预测讲，11月初全国高丽菜收起来的失面，拢总有544公顷，量比算是有较过量。但云林县府也开始招募县内的农会合作社，落去直接大小企业，通好大型番薯角高丽菜，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农民。来到高丽菜园，农民等咧采收高丽菜。今年因为天气较慢变冷，地区头一批平地高丽菜品质比英国更加歹。虽然目前价销是每公斤30块的好价销，不过农委会也预测讲，11月过后，全国会采收544公顷的高丽菜，比监控面积加60公顷。云林县政府也提早做准备。我们预估在10天后之后，我们的高丽菜的量会大量出来。好，目前我们找了西螺农会跟周围的合作社来合作，那也接受民众的义购。西丽农会表示，西丽地区今年所种的高丽菜大约是60公顷以上，搁在10天产量会大大增加。为着卖互价销帮盘，近日开始找企业团体资本，唔但会当帮助到农民，也会当稳定菜价。这高丽菜收起来了，接着咧入去企业去做一个上完工吼，安尼咱这个量就袂摕手入去到市场，安尼伫市场伊的这高丽菜量就袂讲一次就饱和，一次就超过咱的市场的销售量，所以这加减就对咱市场嘛有一个稳定价销的这帮助。云林出产的高丽菜呢，不但是品质好，新甜好吃，营养价值丰富，那所以加入我们的火锅汤头呢，又可以增加我们火锅汤头的鲜甜。农业处表示，今年无高丽菜登记制度是采用菜栽来推测高丽菜产期甲产量。云林今年种大约是150公顷，所以提早启动高丽菜行销，办企业团体资本，希望业者透过合作社、农会选用云林在地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来看台中市政府支出900几万，改善望高寮夜景公园8月重新开放了。不过民众要来遮赏夜景，上尾班的公车下晡5点10分煞就起行，尤其一天内拢总搁只6班车，实在互人有较不便。但市府交通局也表示讲，会研究试办增加车班了。暗时天光真水，还佫会使看到台中市的夜景，而且佫会使鸟瞰，整个台中市甲中华景色。台中市望高寮夜景公园今年8月完工启用，市场路上还佫大型来杀观光，个人起了袂少观光客。不过，若是要来到遮来赏景，民众大部分来选择家己开车或者是骑车。不好等，台中不太好等，而且这种好像比较冷门一点。哎呀，这路线啊，至少嘛要到12点。无你伫遐看夜景，人拢换，哪有可能？民众讲坐公车实在真麻烦，毋但公车的站牌距离公园还佫行路10多分钟，离公车的班次实在是非常少，离峰时间久才来一抓车。原来目前经过望高寮夜景公园的只有一间业者，而且只有99元这条路线。以平日来讲，一天只有6班车，离峰的班期就要1点钟以上。而上尾一班车的时间是伫下晡5点10分的发车，互外地观光客感觉真无方便。坐公车来看夜景人敢有坐？无坐，员工9人。为什么？不好做啊。先试办个几个班次，示范效果很好的话，那我都可以在
再把班次再更多班次延迟上来啊，那都没问题的啊。民众讲，若是想要坐公车看夜景，根本无可能。连大马产生夜间交通真塌的问题。市府表示，由于这条路线是配合动物之家、市府员工上下班的需求，未来就会甲公车业者协调的试办，营业间减班的可能性。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原来讲台南左镇公馆社区庄头的青年人，甲成功大学合作举办推动食食的活动，利用在庄的粉质、麻竹笋、放山鸡，料理出真澎湃的法国菜出，望要让民众了解讲，左镇唔但有可古的花椒，还佫有济济好食的特产。一出一出的法国料理，接刷出菜有粉质做冷面、麻竹笋菜西蛋、烘鸡蠓，还有月桃气泡饮料。一寡菜出全是左镇少年家结合社区长辈考团，利用在地食材结合创意发挥，举办月食节，让民众体验左镇的好滋味。今天班的料理食材都选用左镇在地的特色食材，是从长辈的谈吐之中跟我们自己发现，然后借由年轻人的创意，把它变成一道法式料理。月食节现场布置也真用心，成功大学的学生từ理疗管理平台、牵电线、装塔，还有桌仔边的打心服务，拢加添月食节光彩，而且结合在地月桃产业，甲民众用月桃管变出一粒粒的电荷装饰，推广在地特产。可能大家只知道说我们这边有日出或者是化石，但是我们的产物是非常多元跟丰富，而且好吃。那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呢，就是想说，他们想要让这边的产物产业让大家知道说它如何运用在餐食上面，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是发挥了他们的创新创意这样子。左镇少年家回乡打拼，还有做优质斗相共，同齐推广在地特产料理、还有产业甲文化，希望透过美食，让民众更加认捌左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真出名的网络游戏《返校》，当初时推出就引起轰动，去年也有改编出电影，创造超过2亿的票房。今年12月，咱公共电视台也要播出《返校》的电视戏出，故事的换角度对90年代的查某学生出发，来重新体会60年代校园白色恐怖的悲剧不幸发生的过程。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熟悉的台词，紧张的气氛，电玩游戏《返校》继续改编成电影版了后，又推出影集作品。学姐已经有个形象，很难去定义她到底是人还是鬼的角色，可能为这个角色找诗、找音乐，然后我有曾经为方芮欣编了一小段。感觉经历了云香这个角色之后，我也变得比较感性，变得比较敏感一点。那一阵子的怪也是我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理解到，哦，原来那一段时间我是在排泄角色。为了要融入假小状态，演员费真侪苦心，也佫一度因为伤入戏，行袂出情绪。故事的重心赶快是发生伫翠华中学，也毋过甲原作品无共的是将时间设定伫90年代出发，予女学生留分享拢伫学校禁地，映出60年代学者对老悲剧的真相。这个时空的这个事情是这个游戏，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过了比较久的时候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会比较当代，这样就是会比较跟现在跟我们大家有关系。就他内外的反差是一个很大的人，感觉到他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伪装，一直脑袋都是想这件事，所以可能就常常就是废寝忘食。将学生留分享老师心华等新角色新剧情加入返校的元素概念，希望会当利用更加接近当代的90年代视角来反思白色恐怖时代的悲剧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客家文化内底的人狮讲起来真特别，内容有增加大面财神甲小面猴同齐演出，有影与众不同。为着要保存这款传统的文化，佮兼庆祝6堆客家庄开机300年，屏东县府已经传好大小活动，望要让大细汉的囡仔做伙来闹热。看到舞台顶的开喙狮动作真流利，佮有法度啉烧酒，实在真趣味。这就是客家传统的人狮表演。
客家的开喙狮，因为会哭四四角角，所以嘛叫做阿巴狮。完整的表演，佫会有大面财神甲小面猴同齐演出，展现出一种多元族群融合的印象。佫较特别的是，大狮会展开草桥啊，代表占一席之地，也是客家人知足的精神。为着要保存这特别的功夫，佫有其中的意涵，而且每年佫是乐队开机300周年。所以，屏东县府客务处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是算我们的传统艺术，也是一个武德。它找回的是精神，还有我们的工艺。看这个师傅这么认真在做模啊，边仔学生嘛做出一只真有特色的阿巴狮。另外，还佫予大家人狮，前后两个人的骹步手路要配合甲真密，实在有困难。不过大家游园是练甲喙笑目笑。在那边练习舞狮以外，当他们往外面走出去的时候，会受到我们很多乡亲的肯定。虽然这款传统文化已经渐渐互人放袂去，不过大家也是希望会当透过老辈的看家，慢慢甲记忆当中客家阿巴狮的表演甲做法，由少年辈一代一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嘉义故宫南院计划要伫咧园区内底新起4架栋左右展览馆。未来唔但讲会有愈侪展览活动甲科技应用，另外兼顾会开放文物整理、复原甲典藏的空间，来互民众参观。新馆按算2年后招标，公元2026年年底开始运转。以青铜文物回造作建筑外观设计的故宫新馆，透过设计师的小解，正式让大家来知影。2015年底开放的故宫南院，考虑到展览的内容甲空间不足，即阵暗算要起新的展览馆。使用科技的那一种数位展览，就会南院比较好发挥。包括所也谈到了，修复跟典藏空间都会是可以。大家透过玻璃可以看的嘛？那这在北院是不可能的。新馆的位置暗算起伫咧南边的停车场，甲主管中央上外的湖边，大约4公顷左右。目前已经来到细部规划阶段。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表示，期待新的展馆会当带动嘉义县的观光，周边的乡镇嘛爱对咧共同规划。体验观光人进来就是体验观光，去看宗教文化、看美食、看一些农产品。那外回去的话，就带我们的嘉义的伴手礼。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搭配故宫南院未来更多的游客哦。故宫南院表示，民众入捌园区的时阵，拢会感觉入口甲展览馆之间路上过远。透过新馆的建设，唔能解决这个问题，嘛，互历史文物有科技化的空间，希望会当互全国的民众用无同的角度，更过来了解这的文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若讲到台湾歌谣，实在唔有上接听到的《望春风》《四季红》，另外还佫有真侪作品，拢嘛会当表现出台湾社会历史甲生活的变迁。目前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特别整理出120条台湾歌谣经典的代表作，运用西洋的乐理重新编曲，在传统中间行出新的线路。这首《阮若拍开心内门窗》是描述台湾1950年代农村青年去都市打拼出外心情。国立台湾交响乐团3年前开始进行台湾歌谣传向前的计划，邀请国内作曲家重新编曲，用西洋的管弦乐来演奏传统歌谣。透过作曲家用管弦乐，用一个不同乐器庞大的管弦乐团，重新请作曲家把它编曲出来，它就会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表示，透过这边的歌谣计划，除了要让民众对台湾歌谣的背景有较深入的认识，嘛希望交响乐会当真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内底。我们常常想，这个历史如果我们公务单位不来整理的话，民间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把这120首各种不同的主题，我们请庄永明老师帮我们编了10个主题。台湾歌谣较亲像一面镜同款，
会当反射出来，一个历史的背景甲文化意涵，伊嘛当象征着讲，咱这人民因生活中间迄个喜怒哀乐，甲着伊的价值观啦。台湾歌谣创作者简尚仁老师嘛讲，传统的音乐除了保存，嘛爱创作。咱对着这个传统，也是讲较老歌这物件做一个保存，嘛是有需要。咱嘛爱不断有迄个向前行去，迄个动力啦，来鼓励着一寡，伊本身这个创作就带有传统音乐的元素入内底，一新的创作乡土歌谣。互咱的台湾歌谣不断有一个向前行的力量甲生命力啦。歌有历史，历史有歌，代表台湾传统文化、民间生活歌谣，有人保存，有人创作，才会当互歌谣唱偌水、留愈久、留愈远。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中新竹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1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3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7度。金门马祖平湖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何福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